聽講你答日有解婚滿節，你下當然男孫兒，為到孫兒好，想來去解婚，唔過像意難解脫呢。阿公，咱愛到你衛生所掛解婚滿節，唔是掛後悔，大擺強調唔是200個人嘅肉品部分負擔，有意多人就是可按樣，就解婚成功呢。寫咗個就做得解脫係麼？我爸講，交朋友靠真心，解部分愛耐心。我驚怕我冇耐心啊！你唔是少，來參加我哋免費嘅解婚班，唯有專家來教大家正確嘅解婚方法。解婚期間，愛用辦認識老運通，還有解婚班，還特別咯。做得老其他想解婚嘅朋友互相加油。阿公，聽錯我成功嘅。好，為到孫兒，我係來去養啊。二片都當關心你老阿媽，上拜長輩們檢查嘅事情呢。有樣麼？係哦，阿公記得要抽時間來做這空國眼膜檢查哦。有誰事呢？我檢查都會特別緊張。阿公唔是少，檢查好，心就安，身體康健，才做得本屋客人放心。好，我將安排時間來檢查。